2025年我冇變，變嘅係身邊嘅人。有啲人變咗我嘅兄弟，有啲人變咗背後最大嘅底氣。1年落嚟，車收咗幾千台，聽咗無數嘅古仔，喉嚨聲音沙啞，到沙聲，到聲乾。其實每台車都支撐住我80幾個兄弟嘅飯碗，我真係好感激，非常非常感恩我每一位粉絲嘅支持。有時候出去收車拍片，拍到凌晨，分分鐘2、3點先返到公司。第二朝擘大眼即刻返嚟再撐起個場。雖然有時候自己食唔到暖粒碌嘅飯，甚至乎一日可能就係食1餐飯，但係我想每個兄弟都唔好捱餓。2025年我冇求變天，只係想人情唔冷，兄弟唔散。我唔怕前路有幾艱難，有幾難行，因為我身邊有你哋。